僕はロビって言うんだよ。日本で生まれたロボットさ。お話できるしゲームもね。チャチャチャダンスもお手の物。世界のアイドルロビ参上。哈利路亞又見面啦！嚟到落比第16期啦，記得剪印花啦，個印花又係喺呢度，大家記得剪低佢哦。第14期唔記得同大家講，記得已經集齊一半啦。如果大家覺得嫌麻煩嘅話，散收嘅話，記得可以去71便利店。或者去官網，或者去方盛嘅網頁度訂購翻呢本藏書夾啦。好啦，咁就儲好咗一本啦。好啦，同大家講翻草印花嘅少少分享先。嗱，大家見到啦，佢咧每一格咧都唔係話 fix 咗咁大嘅。咁你見到有啲係大 size，有啲細 size 嚟嘅，係咪？咁其實咧，我哋咧剪出嚟個印花咧，如果沿住個邊 cut 嘅話咧，係咁樣嘅，咁大個三角形嘅。咁咧黐落去咧就一定會出界嘅。咁咧所以嘅話咧，我哋咧就可以攞把鉸剪。cut 咗多餘嘅紅色部分，見到嗎？總之見到佢有個印花同埋有個呢個 number BRBI-N 就 OK 㗎啦。跟住咧就用翻漿糊筆或者膠水黐翻佢。咁黐完嘅話咧，我做法嘅話咧，黐夠一行嘅話咧，我會喺面頭嗰度黐張膠紙喺上邊嘅，固定翻佢嘅，咁咧就唔會走失嘅。好啦，大家見到嗎？我呢行咧，成行咧係有層膠紙黐住佢嘅，就係咁啦。咁同大家分享翻啦，就係話，如果你嘅印花唔係 RBI-N 嘅話，係其他 number 嘅話，例如好似 H 咁嘅話，係唔緊要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咧，出版商嗰邊嘅話咧，早前嘅話咧，因為唔夠貨嘅話咧，就嚟咗啲日本版，咁咧而家就用緊台灣版，又有用港版，咁所以嘅話咧，如果個 number 嘅話唔係話一定係 N 或者係 H 嘅，咁冇所謂嘅，官方都係承認嘅，冇問題，大家都可以順利咁換到個鬧鐘嘅。OK， 大家唔使擔心呢樣嘢。如果有咩疑問嘅話咧，都歡迎你去打翻去電話去俾官方，又或者係出版社方盛嗰邊查詢翻都可以㗎。好，另外同大家分享話，今期咧好特別嘅，因為咧佢係用咗港台嘅合併版，咁所以咧喺裏邊中間呢一頁咧有個分頁嘅話咧，就會介紹翻台灣賣緊嘅精品，大家可以睇到。嗱，有落比嘅貼啦，儲存貼，黑色白色，又有其他迪亞哥有關於落比嘅官方產品，例如好似蛋座蔥啊，多功能嘅盒啊，藏書夾啊，或者係耳筒、紙線、
拖鞋呢啲官方產品喺今期裏邊都有介紹嘅。咁咧，大家可以見到上邊咧，全部係台灣嘅價錢嚟嘅。香港暫時仲未有得買住，不過大家放心，拭目以待。香港點會走得甩咧？係咪？大家等下官方嘅消息啦。大家可以睇住呢本《望梅止渴》頂住癮先㗎。OK， 或者係大家喺度而家揀定先，到第時香港版出嘅時候，香港有得買嘅時候，大家心中有數啦，係咪？想揀邊一隻，想揀啲咩產品，而家就睇定啦。好，講翻今期第16期所跟嚟嘅嘢先。首先就係今期跟嘅就係 Surface 斯福馬達一個。咁另外我哋要準備嘅咧就係第15期所準備好嘅一條 Surface 線，同埋第15期已經砌好咗嘅落比嘅左前臂，跟住一個 Surface cable、Surface 嘅 tester 同埋 writer， 當然唔少得嘅就係佢嘅螺絲批啦。好，開始砌啦。今期 Surface ID 編號21號，請務必輸入正確嘅 Surface 號碼。好，又嚟到呢個 Surface 啦，又係好似以前咁啦，拆開呢4口螺絲。好啦，又係一樣啦，拆咗4口螺絲出嚟之後，攞走呢個蓋，呢個蓋又係唔愛嘅。咁跟住我哋要準備翻上一期跟嚟嘅 Surface 線，插落去其中兩個窿其中一邊嗰度。好啦，又同之前一樣啦，插好咗 Surface 同埋呢塊 tester 板，兩邊插好咗之後，我哋開機，1號燈着咗。好，我哋撳呢個 test 一下先。好啦，Surface 會轉啦。好啦，證明呢個 Surface 冇問題啦。跟住咧，我哋就將佢校咯噃，校翻去今期呢個 Surface 咧就係21號。所以咧，我哋校翻去21。嗱，我咧就俾人到懶嘅，我咧就嗱，你可以撳不斷咁撳上撳，係咁撳上咁樣，撳到21，就咁21，或者撳下。嗱，我再示範一次，撳下就嗱，撳一下下就變咗29、28、27、26、25、24、23、22、21，就係咁樣。即係上邊嗰行2.0呢盞燈係着嘅，20呢盞燈係着嘅，上面個20，sorry 係上面個20着燈，下邊個1係着燈。咁跟住我哋撳實呢個 set， 兩盞燈會閃，跟住放手，好啦，唔閃啦，好，熄咗先，再開。好啦，1號啦，1號燈着咗，我哋撳呢個啦噃。好，21、20同埋1都着燈啦，即係證明已經寫好咗呢個 Surface 係21號 Surface 啦。好，我哋熄得。好，熄得嘅話咧，又係啦，掹翻呢邊，向上掹喎，記住向翻上，唔好咁樣拉。千祈唔好咁樣拉，唔得嘅，係向上。好，擺埋一邊先。嗱，安全嘅做法咧，你就係拆咗嗰塊蓋之後，插咗呢條 Surface 線之後，要冚翻埋呢個蓋做保護嘅。咁我就懶嘅。
我又一定會好小心咁，唔會掂到呢啲嘢。咁所以咧，我就係咁樣。咁當然啦，壞手勢大家唔好學啦，係咪？安全起見，大家都係跟翻書嘅。不過我呢啲懶人就係咁樣啦。好，咁跟住落嚟咧，大家應該記得翻之前右手邊右手落俾右手點樣裝噶啦。而家倒翻轉嘅啫，都係呢條線穿翻落嚟呢個窿嗰度，拍翻埋佢。之後上翻4粒螺絲，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，就其實咧每一個 servo 嘅話，嗰塊蓋咧，即係呢塊嘢咧，其實都係廢嘅，唔需要用噶啦，垃圾嚟噶啦。你自己中意咧，我會建議咧，大家可以 keep 2至3塊到。點解咧？就日後如果壞咗要維修嘅話，或者壞咗要退翻去換嘅話咧，你就要裝翻呢塊嘢，即係拆咗個 servo，即係知道呢個 servo 壞㗎啦，拆佢出嚟，裝翻呢個嘢上去，上翻4粒螺絲，就退翻去總代理同或者係出版商方正，即係退翻官方或者退翻俾方正去更換嘅。咁啊當然啦，你冇咗塊蓋嘅話咧，就換唔到嘅。我就會建議大家都係照翻跟翻個蓋啦，咁咧就會好好多噶啦。OK， 好啦，今期第16期砌好咗啦。OK， 下集見啦，拜拜，願主祝福大家。